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南埔的乡亲有在卢卡湖区内看过绿鬣蜥、米竹四脚沙漠。屏东对2004年在野外发现的4只的米竹四脚鲨，反而有野化的族群，如是唔系野生动物在野外建立的族群。10多年来，已能引来引导。现时在屏东市竹田、林落、板丹、潮州一个地区，都看得到米竹四脚鲨。一种四脚鲨它也改好是花豚嫩叶，害农民规模减少到。不过现时还冇专门的单位来调查，以能对生态的影响。南埔有米竹四脚鲨降体为王，北埔也冇好多奶。在新北市的新店林口一个地区，没出现呢，有人讲亚洲水龙的亚洲四脚鲨，伊的 size 虽然是米竹四脚鲨的一般，对台湾野外环境的破坏能力是很高大。不过中央同地方如无马爱处理嘅样诶，故所有学者非常受理，讲唔赶紧去闹，等到变啊放慢奈如黑嘅，如唔是他们按用来控制，用来闹诶。係大家按用嚟去元素嘅。寒天時，南台灣嘅日頭小火小火，日日數面空唔知係乜嘅，睇嘅稀稀疏疏。係有空量咩？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。唔同困難嘅，當空有一道閘。樹上唔單止是5、6隻啦，最起碼1、20隻啦。一隻比唔係侏羅紀公園，係南台灣嘅屏東，一道上到像恐龍嘅大型嘅爬蟲類，其實係對南美洲來嘅。外來嘅有害嘅物種，米竹四腳鯊，其實係世界性鳥，它也以後過世在。唔過佢唔識掛，唔識過，專門就託花同卵筍來食。它吃的很厉害啊，因为它一吃的话就量也蛮多的呢。嘿，对，加油一。我哋本來以前這邊菜園菜圃嘅哇不種誒，種唔到是的，一夜之間種過10槍槍。種唔到幾時啦？哈？當然，那麼高的時候，一夜之間種過10槍槍，冇關係。米竹四腳鯊喺2004年喺屏東嘅野外本人發現，到日下還冇一個專門負責嘅單位來調查，佢對生態有乜嘅影響？唔過佢對農民帶來嘅問題，實係確定呢？目前個冇一個正式嘅統計啦，有農民反映呢，大體上還不會造成說多大的農損啦，不過。農民大體上還是會有一些捨不得。喺野外，米竹四腳鯊分布嘅情形數量總共有1道，也下還冇確定嘅統計。唔過，我哋對106年移除嘅數量就破譯出有1道嘅。今年內為差唔多900人隻嘅，950多隻了。大米嘅米竹四腳鯊身長做得上到150公分咁長。就因為按太米，佢喺南台灣做得講係冇天敵咧。台灣的一種生態環境，佢冇天敵，沒有天敵。在國外它有天敵，比如說它有鱷魚，或是美洲豹的這種天敵。佢就係米竹四腳鯊喺嗰邊地區唯一的天敵。如果有零星的，冇開安尼呢？陳老師來啊吼！一路幫手你。你看到也查，像糖都查上一路底下講啊，一來。我還不夠長，我這根不夠長。屏東科技大學動物保護研究所嘅助理教授陳添喜，對1802年開始就同政府合作，米竹四腳鯊移除試驗，不過到日下還冇一個單位來接受。然後米竹四腳鯊就變做佢教書、韓國研究以外嘅重要工作。學術研究單位一個可以做就幫忙做監測，那當然前面我們可以把它一些生態習性，把一些分布地點，那把它弄清楚。那接下來應該就是地方政府要接手
要介入。好啊，那另外当然还有包括中央政府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行动计划。哦，大家要搞清楚你是要去控制它，还是要把它移除它。所以你看它，看到的冇？喺河背方有一隻民族四腳鯊發現眼呢呢，分得後水睇同人嘅思維，現場轉身就講睇小白嘅雷電流到來。巴掌講下說，佢兩下班嘅就啲嘅，一下就走到二下市。行通親家又漸漸嘅走，前面爬樹，又被潮水嘅，又被劍氣，又前面上輪，再加上氣候親自合起來生發，又冇天敵，一下就喺南台灣變做一定強嘅有害嘅物種。它在原產地它是屬於樹棲，而且森林性的，大概都是在熱帶的溪流或者大湖旁邊的樹林上面。如果它受到干擾的話，它就直接跳到水裡面，游泳能力很強。另外就是它可以閉氣幾十分鐘。陳先生講，我同佢議題唔係單一件事，也係任何一個研究團隊有辦法解決的，因為也牽涉到管理、韓國買賣。其實現在綠鬣蜥的問題哈，它還是最主要是管理，就像政府老是喜歡說源頭管理。那源頭管理它有兩個，一個是輸入，那另外一個就是不要讓這些動物去流動。之前是在潮州，对，那邊有抓到，給我們的啦，是潮州那個地方那個，對，送給我們的，他們有抓，就跑出去了啊，因為我們沒有弄好，他又跑出去了，沒有關好他。民族四腳鯊要睇野外增加按多。簡單講，還係老問題，就係人體挑剔。同時，政府開放進口馬係接送加送。一般民眾嘅飼養，當寵物飼養，太過太雜，因為上落過太雜1公尺半以上左右，那會重量也可以到4-5公斤。可能過太雜啊，會強啊，又不用睇咧。我們如果去查那個黃聖公約貿易資料庫，那從世界各國2004年輸入到台灣超過23000隻，你大家可以想象23000隻是怎麼一回事哈？市場需求可能只有幾百隻跟幾千隻，差不多在2010、2011左右，所以正式開放進口，但不到10年，其實在野外就開始有那個野化族群被發現。就是他們抓到這個，他們要去賣的時候，尾巴斷掉，人家不要，所以就會把它丟掉。因為市場嘅需求冇安泰，冇就係賣相唔冇。民族四腳鯊冇市場嘅價值，對本地嘅寵物都不願挑剔。這個變做有害嘅東西，親密族群擴散呢，就挺難收拾嘅。很多入侵種它一隻沒辦法建立繁殖族群，那常常是在某個地點。那同時要很多隻，他們不會把它帶回它原來那個抓的地點，就是回來的時候，上高速公路之前，那過橋之前，就把它丟了。那丟了，它數量常常都不是一隻，所以這樣的點，它很快就會建立起繁殖族群。秋天到嘅太米嘅民族四腳鯊開始向繁殖場來移勢，準備繁殖年而來出胎。這個季節大概從秋天一直到明年的1月是他們求偶交配的季節。那他們會選擇比較特定的地點那個一般我們叫求偶展示場。那是優勢的公的他會先過來，就是那個橘紅色的，他過來以後就佔據最明顯最好的點。在那邊就是搖頭晃腦的，其他的母的就會聚集在過來交配，當然有其他公的也會過來。這時節就係移除太米嘅民族四腳鯊最好嘅時期。所以有時候我們移除大概，譬如說這個季節，只要能夠掌握這樣的一個點，那持續的去把大隻的移走。那另外就接下來到3到5月，尤其是到3、4月的時候，是他們的
产卵季。那产卵季一样，他们除了求偶展市场哈，他们忠诚度很高，都在蛮固定的地方。那另外就是产卵的点哈，他们也都还蛮固定的啊，所以我们大概只要能够掌握这样的点啊，在这些季节哈，密集的去把那些繁殖的成体把它移走啊，这样是最有效率的啦。不过陈先生三无奈何的讲，经过按多年的移除，你的移除的时间还个地点，三无看到政府单位动起起来，想要花时间事前还个派人来处理。很多物种它是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机会去控制它，其实绿鬣蜥也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处理的可能几千只啊，还有机会。现在目前比较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计划或是经费在执行。所以呢，目前当然林务局它现在目前也有在准备，也有开会在做这些事情哈，看看怎么下去防治或是移除这些外来的这个绿鬣蜥动物的部分。运用的防也喺移除和喺规划当中，族群的抗体啥系无定然呢？青地水的苗族四脚鲨接上为顺定水引来去。也下喺台南、嘉義、雲林到台中拢開始有誒。台湾那个山区哈，水温都很低啊，所以基本上绿鬣蜥不太爱那个像台湾山区那种环境，哦啊，所以它入侵大概都在平地啊，都在农垦的那种环境，好啊，但是它就会顺着像台湾平原哈，很多那个灌溉系统，还有那个溪流的系统，它不断的扩散。行到嘉義每一條河壩順的插木林，有2-3層樓安高的樹苗，太密的苗族四腳鯊，動體曬第二頭。但那棵树应该还要再有一只，然后报一下在哪。所以这边路都是你走出来的，基本上。佢係陳添喜先生的學生誒，徐維克，等等先生向下參加移除試驗的工作已經有2年lang誒。然而，佢帶定眼呢向下去看，佢意外發現呢苗族四腳鯊喺嘉義建立嘅野化族群，意思就係唔係野生的動物喺野外建立嘅族群。所以預估這邊有幾隻？这个吗？這邊大只那种大小，那种大小吗？嗯，这种的，我认识的有7只啊，我认得出来的。公的、哦。对，就这个大小，只算公的，母的我已经不想算了，太多了。南部有苗族四腳鯊體作王，北部的另外一種咩東鄉，也下喺新北市的新店韓國林口地區嘛出現的人工的亞洲水流，也就是綠色的四腳鯊。這個生蟲差唔多係苗族四腳鯊一半，不過佢對台灣野外環境的破壞力是很厲害。这种绿水龍它是非蜥科的，然後綠鬣蜥是美洲鬣蜥科，它們其實在分類上都不一樣。然後綠鬣蜥是吃素為主。亞洲水龍像這種綠水龍，它都是就是雜食性，但是偏肉食。它主要還是吃一些比較小型的動物，像是昆蟲啊，然後比較小的脊椎動物，然後還有甲殼類，它會吃那些東西。所以單論就是對生態的影響的話，就生態面而言，綠水龍可能就是最直接的會影響到本土的動物。同樣因為人類好奇，本寵物業者傳到台灣來嘅綠色四腳鯊。因為這些時節係強勢的一定等一下，不過它也以後殺動物，會咬人牙刀，時常本人挑剔。你看它這個牙齒，它前面有2顆特別強壯的，這邊有特別強壯的那個大型門齒，它這個東西是用來撕咬，它可以固定住大部分的業務，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下顎這邊，它的下顎肌肉很發達，它可以做出一些嚼碎的動作，所以一般台灣的原生的樹蜥，這種攀木蜥或者其他石龍子都沒有這麼發達的大顎肌肉。新用嘅強勢四腳鯊來到台灣嘅野外，享用無天敵，超強嘅生存優勢，加上無價嘅移除體，最後害到嘅就係本土嘅生態。因為其實本土的台灣的蜥蜴都沒有這麼
体型都没有这么大的，因为蜥蜴这种东西，它看东西看别的猎物能不能吃，是取决于说它觉得我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嘴巴里面吃。如果可以的话就吃，可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体型很大，就是比一般的肉食，就是台湾其他肉食蜥蜴都还要大。米族的四脚鲨、强势的四脚鲨也南北的两个霸王，嘿妹妹乖乖就睇原来南北的蔬菜呢。很难说啦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前几年最北的嘉义，现在已经到台中了。对，而且之前有一些大型寒流啊，那些比较怕冷的都冷死了，啊那些不怕冷的就继续在繁殖。这样政府再不管下去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制造出，就是让他们就是适应台湾的气候，变成那种比较不怕冷的个体会活下来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是提升他们整个往北迁的可能性啊。生命有其其他爱行的路，不过一下我哋沙还冇专门的法条来控管也到外来有伤害性的物种。我们现在的做法跟美国一样，美国它也没有一个专法，它是有一个各个单位自己去做它的专长的物种的控制。那我们在100年的时候有定一个就是外来入侵种管理的行动计划。那这个计划里面呢，其实就有一些分工，有涉及到入侵或者是进出口的部分的法律，其实就5个啊，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，或者是动物保护法、防疫的，或者是那个我们看渔业法啦等等。一下米族四脚鲨、强势四脚鲨，拢还冇列入政府移除的无名单当中。莫怪陈添喜先生会拖摊的讲，假使也对外来有伤害性的物种，被限做得控制的时节，政府唔赶紧来处理，等到数量多的，根本就乃其唔好的。